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名路好演。我呢就是金本义嘅先生，也是金本义主持人佳佳你家。哇，同欢喜呢有老大家向下来上課了。嘅金本義安利愛好買嘅呢，看我一生呢做到按強爽嘅感覺，冇錯，就我來學一下金本義係拜記。華語的意思呢，就是今天是星期幾。唔係唔係接上會講亞記話呢？接上呢會講今日係拜記呀，那個時節愛變了，愛出去了，錯冇啊！有啲人呢，可能就會計算愛出去了嘅時間；有啲人可能無限切測到，哇！我唔知今日係拜記了，錯冇？故說呢，兩節課呢，我會分作4個小片段。分片呢，係老大家小記一下。一個禮拜嘅7日，按樣板來講呢，嘅1日當中嘅時間，按樣板講，含個時間嘅單位，含個安排時間相關嘅詞彙。前面呢，就會帶領大家向下來複習一下今日嘅課程，故說大家咪唔失手。天天嘅來學習，天天嘅來講，相信大家嘅客家話就會更來更好哦。有上次啊，你講到，今日係拜記啊，係講想喺同朋友向下來約會，也係去上課，去當到無相嘅素材，最重要就係乜嘅呢？冇錯，就係愛約時間呢。唔過，除咗啦，也可以嘅日期以外，還做得用呢條嘅客家話來講呢條嘅時間呢？當然呢，講到時間，咪一重要哦。大家都係守時的人嗎？還是你是常常慢到呢？故說今日因呢啲精彩嘅課程，就老大自家向下來分享，給人一下，咪向下來看一下。也條神奇嘅戲劇當中會發生哪條嘅事情哦。韓國其實講到時間啊，有啲人嘅習慣呢，會喺一個禮拜喺固定嘅時間當中做共用嘅事情。像我大個禮拜六早晨都會去公園來運動。韓國啊，帶啲我去叫佢來去運動，哇！我知道也係一個禮拜當幸福嘅一日咯。故說偏人問我，我係乜嘅時節來去運動嘅呢？我會佢講一個日期，我會同佢講，我都係大個禮拜六早晨來去運動嘅。唔知大家有接送讀到咁樣嘅狀況嗎？冇問題，接下來啊，我就向下來看一下也戲劇，唔知也星星同阿文會發生哪條嘅事情呢？今日又會教大家乜嘅客家話，我就向下來期待了。